有時候，一段旅程嘅饋贈係額外偷嚟嘅2小時，足以安頓好自己。比如一杯咖啡嘅醇香，一本書嘅靜默，或者係一段無人打擾嘅時光。然後你會發現，呢度本身就係一個世界，值得慢慢行，細細睇。澳門國際機場俾我嘅唔止係出發，更係一段安心嘅停留。